伫美国，人若过了50岁生日，无偌久就会收到一张全美退休者协会的批，邀请你入会。入会条件是，凡若超过50岁，无分男女，不管是已经退休，也是还在工作，拢会使参加。会员有种种福利甲优待，每2个月阁会收到一本协会的双月刊杂志。我初初接到这张邀请批时，感觉真好笑，亲像我即马还阁会行会走的人，若参加这款会落去，敢毋是就互人化作老伙仔啊？怀伫心内就是无法度来接受这款代志，所以煞来2-3年来。邀请入会的朋友进来，我就加蛋标232。到2当前，有一天早起，一杯烧咖啡才甲我拍醒起来。迄天是正办的2月寒天，雨啊颯颯，风真好，阁寒。我驶车去上班，过一段市内车路，要爬去高速公路的时阵，看到路边有一间麦当劳。这款风雨天，高速公路定定会塞车。平时好天30分钟就会到位。今仔日这款落雨天，无定到1点外钟嘛还袂到。为着要有精神驶高速公路，我就决定要去买一杯麦当劳的烧咖啡来提神。我听日去麦当劳店里，为了白仔认出1块银票给柜台的少年店员。讲要买一杯咖啡，去当时咖啡一杯42仙尔。少年店员添一杯咖啡给我，说上时加1块钱还我。我感觉真奇，是毋是我这张银票有安怎？我加1块摕伫手里真足看，钱都好好，无破空也无屁角，我就加钱搁轮互伊。这时，伊手甲我动一个，笑笑啊讲 ：“If you ask Senior Coffee, free。”那比一个壁顶的广告互我看 ，Senior Coffee free。我看了才了解伊的意思。原来，伫这个少年人的目睭底，我看起来则就是老伙仔。唔免开喙吐，人就自动的互我，就通领免钱的。这当时我的心情，就亲像囡仔讲迄个无穿衫的国王。我一定认家己一定老啊，就是家己看起来还阁足少年，结果互人一句话就拄破啊。我赶紧甲少年店员讲一声，3块互你买满钱，咖啡摕手里，紧紧行出店头，驶车就高速公路去上班啊。